中国最近才宣布开放咱台湾的油会当进口去中国，又搁开放福建人会当来金门马祖旅游。想袂到第18日时，中国是雄雄对外宣布，对9月之5开始，咱台湾有34项农产品免关税优待要划停，而且搁特别点名讲，这拢是因为赖政府坚持台湾独立的立场造成的。学者是分析讲，中国上爱用这款先限制才开放的步数来达到统战的目的。9月初，中国才予台湾文旦搁进口。18暗时，中国财政部说讲，因为台湾单方面对中国产品的出口用轻视的限制，点名赖政府上台以来坚持台独的立场，相关两方敌意对抗，阻碍两方交流合作。2月开始停止执行对台湾包含水果、蔬菜、水产等34项农产品免订进口关税。行政院表达强烈不满甲抗议，再一次呼吁中国要尽速的依据 WTO 的相关规范与我国来进行协商。用对话来代替对抗，来务实的沟通解决争议。农业部一直以来都积极的在协助农民来拓销更多的这个外销的市场。今年呢，开放了这个生鲜的凤梨到这个纽西兰，以及这个红肉的红龙果外销到日本去。刘委会指出，34项农产品是2005年联乌会中国单方面宣布无经过政府交涉，即马雄雄单方面搁取消，证明中共的善意拢是有政治目的，嘛是会使摕来准武器使用。中方施加压力，毋若为农产品落手。刘委会证实，台塑集团一个台湾籍高级管理干部，伫对话互人边境控制，也就是限制出境、限制出海，为9月初到即马还未转来。案子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掌握了，但是不是因为政治的问题，也不是因为国安的问题，可能是牵涉到上下游厂商，可能一般的刑事犯罪。学者分析，中国这几年拢是先大范围限收则局部开放，想要达到统战的目的，用经贸甲社会资源来操作，像讲开放福建居民到金门马祖佚佗，互台湾文旦阁会使输入，拢是针对性释出善意。中国在利用经济或社会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源来进行对台湾的这种精准的这种统战或者是威吓的干港操作。学者认为，北京当局是一步一步对台湾施加压力，毋是干那台湾政治高层讲啥物，也是调整政策，建议政府爱谨慎应对，嘛呼吁民众毋通落入统战的陷阱。记者综合报道。